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若是时要到的，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命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咱过来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乐。感谢主啊！再一次，我们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要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用感谢的心来颂赞全新的生命。
谢主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每当我们回转向主，我们就被他更新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求主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得喂养得饱足。我们继续用这首如入切木溪水来敬拜，先用华语再用台语。神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木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从头再唱一次，神啊。持续赞美。咱用新的改名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
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阮也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段经文来交托，诗篇46篇。上帝是阮道险的所在，甲溃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牙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远邦哗哗好。减一撮啦吼。远邦哗好，列国摇动啦，因为是列国摇动过来。上帝出伊的声。上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高前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咱三个来祈祷。主顶来拜阮的上帝，阮阁一摆到你的殿院，伫遮来敬拜阿罗你。主啊，祈求你会当开阮的心，互阮来接受你的话，做阮的准绳。会当有你的神常常踮伫阮的中间，互阮咧行的路无偏左偏右。主啊，阮阁一摆将阮的国家、阮的社会、阮每一个人交代伫你的手中。祈求你，互阮用耶和华做阮的神。因为安尼，这个国家就要得到福气。主啊，阮若是你的产业，阮就有福气。主啊，祈求你，互阮有这个确信。主啊，阮也祈求你的圣神围围伫这个所在，互阮会当开来迎接你的神。主啊，祈求你通过蔡长老的嘴做你的出口，会当讲出你的奥妙。主啊，互阮知你圣经的奥妙的真理是偌尼的大，偌尼的水。主啊，祈求你看顾保守阮中间，若有身体欠安的、心神软正的，也是经济上拄着困难的，主啊，祈求你会当看阮的需要，甲阮来成。但是阮知拢是照你的旨意，因为阮若大声呼求，你就要应允。主啊，阮阁一摆将阮的会交代你的手中，互阮会当用欢喜做祭来献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快速的名，阿门。咱过来请圣乐队来学乐，求主用你慈悲听痛。
咱要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历代志下卷30章第6节到第9节。历代志下卷30章第6节，走文书的大王甲伊遐个首领的批变行以色列甲犹大地。照王的命令讲，以色列人啊，恁着搁归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伊就要归向恁，就是脱离亚述遐个王的手所剩的百姓。恁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甲恁的兄弟，因干犯耶和华因列祖的上帝，直到因互因拄着灭无，亲像恁所看见的。但毋通亲像恁的列祖来年暗滚，就献家己互耶和华入伊的圣所，就是伊永远分别最圣的，搁着服侍耶和华恁的上帝，通互伊的大受气活转离开恁。因为恁若归向耶和华，就恁的兄弟甲恁的囝儿，要伫掠因的人的面前得到怜悯，通搁倒来即所在。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是慈悲怜悯。恁若归向伊，伊的确无越伊的面毋看恁。咱过来看一位32章24甲25。32章24到25吼。迄时，以西结看病得要死，就祈祷耶和华，耶和华甲伊讲，搁互伊一个兆头。总是以西结无照伊所得到的恩典来报答，因为伊心内骄傲，所以有受气，到伫伊甲犹大甲耶路撒冷。来，咱请蔡长老来证道。你们下班？你们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真的吗？真感谢你看到你就真欢喜吼！我这世人第一遍穿着这个棕色的西装，有缘投无？有先人无？感谢主。有水无？哦，足水的，嘿，真。咱每一个三甲来做伙，因为咱一个。做真水的代志。我头拄惊人乡底下咧讲伊台安怎，他们在研究很先进的一个科技。我们真的要随着时代而进步。翁启慧前阵子来找我，在谈总统成立一个3个委员会，我要不要加入？我说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我想好忙啊，而且我觉得说什么都不要来找我，只要我能够在教会服侍就好。前子甚至传出我要当4委员的院长。因为他说我跟赖清德很好，所以大家都来跟我恭喜。哎呦，拜托，我连电话号码都改了，都不要找我就好。还好，赶快公布大法官的提名，没有我，所有的黑函全部。那个记者讲很好玩哦，当天立刻都没有我的黑函。本来一堆黑函，当天立刻停止，做什么嘛？大家为什么要争着当大官？但是我们今天看西西家的兴亡。跟我们的人的一生一样，上个礼拜前天主日发给我们这一张，你们还有没有把握？看到没有？中间，因为我觉得我是有50分，我不是说不满50分，我是觉得我的灵性只有50分，我知道你们都比我还高，50分，可是我。3节所说的，因为
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也许你觉得说，我为什么信主之后还有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灾难？上帝必帮助你，早跟晚而已。因为我们人生这么长，也许你到你临终的时候，觉得上帝还是没有帮助我。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得到上帝很大的帮助？上帝帮助你，可能不是这一代，也可能在这一代，他在下一代，上帝有他的时，上帝有他的本来的计划。西西家王，西西家如果照南国来讲，以色列南国跟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因为他们就分离出去了。虽然人比较多，10个，南国里面还有起码有几个好王，因为他们有敬畏耶和华。然后，如果我们在读历代志下，我们很清楚看得到一件事情，当真清楚看到一样代志，片空亚勒无好人。我亚勒是看我家己呀，我不是讲恁嘿，我亚勒看无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们真的是没有个好人呐！不要觉得自己是很好的人，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要非常的谦卑。我们看西西家王的兴盛啊，我们今天要来看西西家王的兴盛跟衰亡。我们看西西家王伫历史上是一个好。犹大王的时候，犹大王说：“大卫王也做看和神生意的事情，大卫王有没有失败？有没有跌倒？还贪图人家女色，把人家丈夫都杀掉，罪大恶极嘛。我们经常。”自认为是道德的制高点，在制裁别人。我们真的比大卫王好吗？他们是真的认罪悔改。我们所看到的西西家王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本身已经离开耶和华，因老爸无信主啊，他那个性得甲关起来啊。但是西西因老爸个会当甲。有一个名，古代都是爸爸取名字，拢是什么人的后生，什么人的囝。西西家王的是耶和华是我的亏单，他爸爸还知道帮他取这个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西家王所做的是什么？他25岁登基，然后凡事遵行子的旨意。25岁而已呀，20岁在座的超过20岁的一堆吧。最起码有8成超过25岁吧，我不知道。泽伯你有超过25岁了嘛？25岁的有一堆。神的旨意，这么小力气，这么小，就凡事交托神，凡事都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看到西方走什么，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凡事就祈祷神。所以我们现在9点都有一个祷告会。可能你说我没有空吧？那9点5分也可以呀，10点也可以呀，提早也可以呀。为你家人祷告，更重要是什么？为我们现在正在受疾病的人祷告。妈妈，那个居士节怎么样？你要告诉我祷告，我就把它拿掉。不知道我们是希望感谢主，感谢主。那个。早龙乡的鼻总阁，鼻总阁开刀足疼的呢。手就了是这么手术，唔知开好无？我以前来看鼻总阁咧开刀遮拢安尼绑一个迄落啊，要用一个鞭刀遮，疼啊！你来，但袂起看拢紧走啊无？你家讲话，甲你讲话足艰苦的。早龙乡有较好袂？所以。要对了，你会当对食月饼加迄个油啊嘿，你去开油啊上加头1万，我拄着当去遐食。咱每一个人来都会觉得是上帝在保佑着我们，早跟晚。也许你心理上很患难，可是在这个礼拜，你会慢慢体会到上帝所行的在你的身上都有奇妙的帮忙。
上帝会在你身上行奇妙的大能。第三个，需将在任何处境都向神感恩。我们经常在丰盛的时候，感谢主啊，让我赚一大笔钱；感谢主啊，让我高升学位；感谢主啊，让我事业顺利；感谢主啊。这个大家都会感谢吧？不用轮到你吧？可是，当我们生意比较不好，订单比较少，或者说我们家庭有争纷，或者说我们事业不如意，哎呦，上帝呀，我这么相信你，你怎么跟我对我这个样子啊？我信你有什么用？干脆我去行天宫拜拜好了。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感谢，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呢？我们问自己，顺境感谢，那是正常的嘛，有什么大不了？内境要感谢，我听说你手虽然起来，你安拍安尼吼，你嘛是要感谢，对不对？对啊，上尾嘛会当，今日这个第三，敢未开清呢？不是哦，好，我对垂正效。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凡事感谢。上帝让你手在受伤的时候想到说，真的是上帝非常爱我。你看我的手好的时候，你看我可以做好多事情，最起码我可以合起来做祷告啊。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件事情，他有犯罪，一定是认罪悔改。这个认罪悔改不是嘴巴讲哈，而是真的是用心理上的认罪悔改。所以他重启敬拜，毁坏偶像。我们看西西家王，他的爸爸将圣殿关起来，然后呢，他清洁圣殿，重开他爸爸将圣殿关起来，他重新把圣殿再打开，然后把所有的偶像，尤其在秋坛，以前的人纪念一些偶像，就很容易在高处的地方摆上一堆石头等等的，这是一个纪念，一个秋坛。他把它全部都毁坏，把一些神像，把一些柱子全部毁坏，完全唯一的上帝，完全尊上帝为大。然后召集所有的百姓来献祭，召集所有的百姓来歌唱，召集所有的百姓来敬拜唯一的真神。百姓好高兴，整个国家就非常的复兴，整个国家充满着欢乐。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有没有能够欢乐呢？我真的要告诉各位，你在顺境的时候，你学习笑。笑是一门功课也许我当法官当太久我每次照完相我都很不满意，我觉得怎么好像脸很臭的感觉。我有时候在法庭突然在想事情就不讲话就静静的，结果我发觉到全部都非常安静，都以为我在生气，因为其实我在想事情，结果我直接不讲话。你看我没有很严肃，好凶全部都好安静，所以我才发觉到说我要永远保持笑，否则的话人家以为我在生气。所以那老百姓好高兴，我们又可以敬拜上帝结果在高兴之后，他们发觉到他们生活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基督徒越久越属灵吗？当基督徒是不是越？当基督徒是不是越？上帝给你一个你的整个灵。飞机引擎推着你走，可是不要忘记还有一种事情叫什么？叫做地心引力，就是一个坠就往下面一直拉，所以你不要飞机引擎就能够飞，只要引擎一坏掉，飞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蹦。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灵性没有进步，我们就像飞机一样蹦下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说，我们信仰的路是什么路？很宽大，信上帝很简单嘛，只要每个礼拜去做个礼拜就好。信上帝路反而是一个窄门小路所以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我们要谨慎，还谨心呢。因为那个门是小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信仰就像什么？就像骑脚踏车、自行车。你们骑过脚踏车没有？你刚开始学习。有的现在小孩子都有轮子，帮助他说辅助轮。其实脚踏车，我们小时候骑脚踏车弄是下对迄个杆安尼下咧，安尼骑就爬倒，等个爬起来，骑脚踏，
骑脚踏车若无受伤的吼，练习脚练习，那叫做富贵公子帮你扶着小轿车一直扶着，没有哦，我们脚踏车是偷骑我们爸爸的，然后牵出来，然后就开始骑，然后跌倒了拉练，所以骑完脚踏车以后有一个特色，你的手全部是黑的，因为拢练啊嘛，拉练。拉练，然后就爱家己，迄个较早脚踏车不会像现在，以前的脚踏车很容易轮子就掉，那个鼻子一来就砰，然后又开始修，然后回来，妈妈一定看到你，立刻去偷换脚踏车，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信仰就像骑脚踏车啊，你要永远骑呀。如果脚踏车你不骑会怎么样？就倒下去了。当然有人表演就是静止不动的，那是特技。一般的人脚踏车你不骑，他就倒下去了。所以信仰也一样，不断的要前行，不断的要骑，他才能够保持前进的。我们人也一样，我们要不断进步。不要讲信仰，就讲你的生活就好。你要不断进步。所以今天人祥说他们在研究比较先进的，我觉得人就是要进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手机在用手这样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手机怎么会这样滑？怎么可能？可能啊！我们人生不断在进步，那个 AI， 甚至是我在做，甚至是 AI 的人权调查，甚至 AI 我越调查越心虚那个 data 就是那个资料库，如果收集不全的话AI 进去的时候。你会吓一跳，不见得是准的呢。但是 AI 有一个好处，就像我们这种英语这么差的我们不像宝仙姐，我也不像哲博是念外文系的。我的好处是什么？我管理文章那么多，我只要输进 AI， 它就帮我翻译出来，而且 AI 可以翻译108种语言。怕什么？所以我为什么要念外文系？其实说真的还是要念的。那相对的，在 AI 很适用的时候，我们要随着这个时代而进步，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时代进步，我们就随着世俗而走，反而要拉回来，让我们的本着我们的初心。所以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说，信仰就像什么？就像一本书。当你开始出生，它是一个封面。每个人的封面，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当金藤西亚。可是有的出生就很不好，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你回去的时候，那是个封底。重要是你的内容，你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是内容，那个内容，这个内容怎么样？就靠你自己去把它填写啊。爱家己天养好啊。出生你无法控制，死你无法控制，生无法控制，死无法控制。可是里面的内容你可以自己写啊。当你怎么写你的内容，你的内容你甲写好，迄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看你要安怎做。咱最重要就是咱的内容要写真好势。咱这世人咧写内容是一步一步一步，咱将咱的内容拢写好。所以讲，咱有一句话，只有在后的骄傲在前，在前的骄傲在后，落尾要做大星啊。那这样能袂记咧？我现在讲这句话时，其实我一个感受也很深。你姐开始受洗，你也只有1个礼拜，她好像去苗栗还是去哪里？她说她请假，那个礼拜没有来做礼拜。像每个礼拜，她说喜欢每个礼拜都来。我们的陈先生，你不要小看我，每个礼拜都在注意你，一看就看到你。陈先生从来我们教会没有缺席过，连查经班都来。他是我们这里住最远的，他要坐225号接从三重埔，伊拢是大愈近的愈晚到。这个好像是通病了住越远的反而提早到啊，住越近的今日我不会讲你呀。住越近的这个好像很正常的感觉。所以落尾要做大星呢，他们有追求的心，所以我们要注意第2个，那个西西教是什么？诚心祷告，靠主得胜。他做任何事情是先问主，先求告耶和华上帝，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哎呀，我多有才能，我何必依靠耶和华？我自己就能够。
当你去做科学研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人非常的渺小，你几乎觉得是人什么都不懂。他说 AI 发展了之后，也有一个职业，那个职业会失业。你敢知道什么？律师，当律师的以后我找 AI， 何必去问律师？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上法庭还是要律师。但是也就是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诚心祷告，靠主得胜。从我们有祷告网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例子，我们真的靠主得胜。当医生宣布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说这个可能怎么样，我们就祷告上帝。你说我怕死，这个怕不怕是问题，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你不要生命什么，还是要看医生啊。珍惜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有一天，上帝说：“好了，可以了，你可以休息了，你可以睡了。”感谢主，无忧无虑的走。可在这之前，你要珍惜你所在的每一天。记住哦，你要珍惜你所在的每一天。所以，当那亚述王就打发很多使者跟他们讲说：“我要攻打你犹大国，我要把你的犹大国全部剿灭。”讲了一大堆，然后很多人就去跟西西家王讲说，他们要攻打我们啊，我们国家完蛋了。亚述哇，好强大哦！西西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将那些人家那个亚述王说要攻打那个犹大国的这些所谓的战争的文章，全部摆在耶和华的面前，就跪下来。神啊！他跪下来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应该立刻先祈求吗？他先做一件事情，感谢。祷告之前先感谢上帝呀！哇，感谢我们要觉得耶和华，你真的是长久来照顾着我们。之后再祈求，感谢祈求上帝有没有？不是靠人呢，不是依靠于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就是完全是依靠着耶和华。所以我们为什么9点要做个同心的祷告？也许说我9点刚好忙，我真的拜托各位一件事情。其实如果你真的看，你真的去祷告，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祷告，你3、5分钟你就可以结束。你先安静下你的心。然后你以神为中心，你要感谢呀。我第一次问你，这个礼拜过得好？好像声音比较小了哦。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不管顺境逆境，这个礼拜我就是过得好，我依靠上帝得胜嘛。所以你要感谢，让认罪啊，那为我们的兄姐们有急迫性的，我们来祷告。那居士姐我要拿掉了哈，然后赵龙兄我要拿掉了，然后相对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曹信兄目前正在做治疗，有没有功效？一定有功效。你要相信祷告的力量，一直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一起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是非常大的。然后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为你的家人祷告？为家人祷告啊，这个我有了，我有了。没有，你真的是用你的心跟上帝沟通啊，为我的家人祷告。每个家人呢，每次我们看到我们家那只小猴子，我都觉得说很感谢主，他一天一天在进步。每个人的子孙，就像我们所有的子孙，你越看他就是越可爱，一路改造他，你干嘛愈欢喜？这就正常哎。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可是你想想看，你们的阿爸父神看着你们愁眉苦脸。他会不会感到难过？我们想一件事情哦，我们的阿爸父神，如果你跟他连结，然后你每天这样愁眉苦脸，哎呦，这个不好，上帝，我活着多痛苦啊！我为什么活得那么痛苦？阿爸父神也痛苦哎。我们痛苦的时候说阿爸父神，所以
烦恼苦悲重担的，叫做耶稣嘛，你会得到释放，你会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呐、你会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我赢过这个世界的苦难。”然后你要安静聆听上帝的声音。你晚上睡，你也可以睡着躺着嘛。之后你那个主祷文，真的是非常，主祷文从神到人，帮我们做全部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要知道，流泪祷告有没有果效？当然有啊。流泪是不是没有用人？软弱的人才流泪 ？No， 在上帝面前痛悔的心是上帝所喜欢的。你不要以为流泪的人是没有用，流泪真的是勇者的表现，那个泪不是随便流的。你祷告流泪，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会痛苦的人。西西家王在登第14年之后，以赛亚就去跟他讲说：“你准备写遗嘱了，你的生命到这里快结束了。”你想想看，今天突然有一个人跑去弑君呢，你准备写遗嘱，你说啊，不要讲这种话。基督徒不怕这种。希望以赛亚去跟他讲说：“你要写遗嘱。”他做一件什么事情？立刻跪下来，向着墙壁，痛苦啊，上帝啊，拜托你再留我的生命啊，留我的生命啊！痛哭流涕的祷告，有用？有。以赛亚本来是跟他叫他写遗嘱了，结果上帝跟他讲说：“因为他痛苦的祷告，我接受了。”然后呢，以赛亚又回去说：“上帝因为你的痛哭祷告，他接受。痛哭祷告，上帝会不会叫出于真心的？”我爸爸当时有3个教会通宵祷告，痛哭流涕为他祷告。我妈妈当时跟我讲，她是跪在我爸爸的床铺前面，一直哭，因为我爸爸根本不省人事，30岁，多活55年，太多了吧？其实有时候经常讲说，上帝你在踏我先30年，再多活30年，我都觉得很满足。痛哭祷告有没有效？上帝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什么眼泪。”上帝真的是，可是我们同样看到的哦。另外一个是什么？他是为全百姓而祷告，可是这一次西西家是为自己而祷告。下个礼拜我们再谈这个事情，在耶利米书我们要特别谈这个事情，两个不一样哈，两个是不一样的祷告。我们在谈西西家的败亡，西西家。在历史上来讲，其实他是个在犹大的历史上，他是个好的王。他唯一比较不好是什么？当上帝再留给他15年，他就志得意满，收获很多，打了很多胜仗，拿了好多的金银珠宝，然后什么炫耀，各地盖纪念堂。迄阵上济拢盖咧纪念堂，拢签名啊，盖了好多，藏了他的好多的宝藏。甚至他的敌国是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巴比伦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当时，他的使者来朝见他说：“哎呦，你的国家这么富庶。”他竟然带他去看他的宝库，所有的东西耶！你想想看，整个王宫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家看，给敌人看，最起码现在是保密防谍吧？那个泽伯，你们国安局容许这个样子做吗？国安局绝对，如果说你把国安局军事机密，我们经常去看的哈，但是我们都要签保密协议书呢，我们出来都还要签名呢，然后手机都还要交出去呢，我们叫做他们称为养鸡场，鸡是手机的鸡，可是我们每一次我那个手机进去哦，我一直祈祷说，我进去之后，这上帝都没有听我祷告，上帝根本不听你这种祷告，但相对那是养鸡场。是什么？那是秘密耶。可是西西家王因为太骄傲了，你看我多有钱来给你们看，我什么都不怕，就他最后导致到败亡。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败亡是我们所谓的路西亚，路西法是上帝所拣选的，什么？他第一个天使又英俊又潇洒又聪明又智慧，可是路西亚竟然为了跟上帝一样比大小。所以他就变成撒旦，骄傲
经常会给我们做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当挪亚整个上帝毁灭人类之后，人类生存下来，人类就想说：你看我生存下来，我要做一个什么巴别塔，跟上帝比大，哎，这个盖得很高，我要盖到上帝，让人家知道我是多伟大。结果上帝把他们摧毁巴别塔，变乱口音。可是上帝这个变乱口音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我去当了那个国家人权会副主委，几乎每个礼拜都有2、3次接见外宾。我这个哑巴跟外宾讲话哦，从不会讲话到现在，最后还会跟他小可老两句啊，听得懂几句。那是很痛苦诶，我还带队去到澳洲诶，15天呢，还这么游历，连澳洲报纸都出来。他们其实应该知道说，带的这个人像白痴一样，其实不会讲英文。上帝变乱口音呢，如果只有一种口音多好，对不对？美语我也不反对啊，全部都讲英文我也不反对啊，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啊。但相对的，现在的口音是真的是非常的多。如果计算全世界的，不要全世界，台湾的好啊，就台湾，以前我住台南，台南有个叫归仁乡，台湾在归仁嘛吼，好像会话是这个归仁嘛吼，归仁乡吼吃，所以讲卖甲会话讲台语哈，吃，吼，你归仁是不是无迄个吃的字拢湿，所以讲若公车咧走吼，迄种大通牌的电风扇，那个可以吹很久。所以各位旅客，你们好好的享受我们的整个的公车，我们有替你们设置那个大同的电风扇，让你们一直吹，可以吹很久。所以啊，台语念做各位乡亲士大父老啊，大家真欢喜坐阮的公车，阮的公车有装迄个大东牌。所以那个口音哦，大家要知道那个口音都一样。各位是这样吗？那等一下你们听会话讲台语就知道。好，相对的我们有交往啊，他痛哭流涕啊，上帝又赐给他15年啊，他结果啊不珍惜耶，骄傲。你看我多有财物，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是很骄傲，结果上帝就像他像牛一样吃草，所以骄傲是真的是很了不得。我认为骄傲是最大的罪，嫉妒是最大的罪。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我们这在神面前有什么好吃的骄傲？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喜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真的不能骄傲。今天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很久就想讲，每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上最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一对夫妻出去旅游，看起来穿着就知道是有钱人，事业有成的，穿着名牌，拖着行李，到一家很有名的云芳大饭店、大酒店哦，就是专门就是非常豪华的餐。两个人坐下来。为了拿那个 menu 过来，那个太太讲：“给我们准备1碗馄饨汤。”给我们准备1碗馄饨汤。那个waiter一直看着他，这位女士，对不起，我们这边是大酒店、大餐厅哦，我们没有馄饨汤。如果你想喝馄饨汤，请到对面的面摊，那边就有馄饨汤。那个笑说：“你还是帮我准备1碗馄饨汤。”他先生说，就拿过来说：“啊，你不要理他了，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钱，美女拿过来，开始点，所有的好菜都给我点过来，我们不差这一顿。”他太太就讲一句话：“waiter，你要注意哦，他点菜哦，他吃包完餐哦，他没有钱呢。”我怎么可？他先生说什么？我是谁？你先问他有没有钱。谁说我没有？那皮包怎么不见了？还有拿行李袋，赶快拿开。手机，我里面还有钱。我有钱。太太说，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出来吗？住旅馆吗？
我们经过一条河，有没有？我把你的皮包、把你的手机、把你所有值钱的东西，把我们结婚的戒指，我全部丢到河里面去了。所以你身上都没有钱，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不是讲说今天这次出来都要听我的吗？所以我全部把它丢掉了。你没有钱，我也把钱丢掉，剩下5块钱，刚可以买1碗馄饨汤。你干嘛这样？先生，他太太笑笑不讲话。这时候，老板刚好走过去，听到，就刚好为他叫过来，你去对面买1碗馄饨汤，去买1碗馄饨汤，跟他收5块钱，你去买。那魏德说好，那你们等我一下，他就去对面就买了1碗馄饨汤拿过来，他太太拿过来，他现在一直看着他。我们已经早上没吃饭了，中午走那么久的路，现在你叫我吃我们吃1碗馄饨汤，最起码买2碗吧，你吃我吃吧。没有，我的钱只能够付1碗馄饨汤。维特，不好意思麻烦帮我拿一个空碗，然后就拿一半，倒一半给他先生。干嘛我就吃这碗馄饨汤他说是啊，今天你不是讲说都要听我的吗？只有今天你都要听我的啊，所以你就吃这碗馄饨汤啊。他就说为什么？你记得20年前吗？我们有一次出去做生意，我们也拿到一个皮包，我们走了好久，我们就走到一家馄饨店。那时候我们身上只剩下5毛钱，我们就叫了1碗馄饨汤。他现在突然回忆起那段情形，他不讲话了。然后看他太太倒了1半的馄饨汤给他，他当时要喝的时候，他想一想，他又掏一些馄饨给他太太。他太太讲说：“20年前你也这样，我就跟你讲说，你都吃不饱，你走那么多的路，不要啦，你就吃你的，我就吃我的。”先生说：“那时候我的皮靴里面还有藏着1块钱，甩开啊！”他说：“那1块我知道你有藏钱的习惯，我把它拿去丢掉了，所以只剩下5块，只能够1碗馄饨汤。你记得吗？你当时也是这样讲，说我不要分1半给我。我们吃完，我们是走路回去。他先生说：那我们怎么回家？我们当天是走路回家，你记得我们走1个晚上啊？那天晚上月亮刚好很圆我们就在那边讲说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建设我们家庭，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我们的事业，我们要怎么样留下财产给我们的小孩，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们谈了1个晚上呢，我们走了1个。那些人突然在那边一直看，他那个老板就跟那魏德讲来，他讲的是真的。当时我们这里就是馄饨，我当时就在卖馄饨汤，这里就是馄饨汤，就是一个面店。现在我赚到钱，盖了一个大饭店，我忘了卖馄饨汤了。那个老板走过来说：“先生，对不起，我忘了卖馄饨汤。当时的确这里就是在卖馄饨汤的，你们的确吃了1碗馄饨汤，我还有印象。这一碗我请你们好吗？”太太说：“不要，我有5块钱。”他说：“好，那我跟你收5块钱。”他拿了5块钱，他跟他鞠个躬，说：“下次欢迎你再来，我们会准备馄饨面，我们准备馄饨汤。”2个人就这样走出去，走在路上，2个一边走一边走。他先生突然牵起他太太的手。20年来，他先生很少回家，忙于事业，有了小三。可是第一次他牵他太太的手，2个人都没有讲话，就这样一直走，走了好久。他先生转过来跟他太太讲：“谢谢你，谢谢你。”他太太笑一笑，有什么好谢的？他先生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本来他们2个讲好，
那个户政机关办理离婚，他跟他说对不起，他让我撕掉好吗？把离婚协议书撕掉，让他说对不起，我以后每天会回家，我不会在外面游荡了。太太笑一笑，握着他的手跟他讲，知道就好，改过就好。一碗馄饨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事业很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帝？你们当很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太太、你的家庭、你的先生？当你事业非常发达，做得很成功，你什么都很美好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也许你在奢华宴乐、奢华宴乐，也许你想到是讲我来买上好食的物件，我太太为了我的生理，我甲放我的家庭。可是我觉得，家是个你最重要的东西。我不管你的事业多成功、多伟大，记住，家是你最重要的地方。我不管你圣殿是你每个礼拜应该来敬拜的地方，它是非常的重要。不要当你事业成功、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忘掉。就像西西家王，他在1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拼碰、骄傲啊，多伟大！人比上帝伟大吗？人比上帝伟大吗？不要忘记，我们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上帝就是我们的王啊！我们先坐着听一次。我知道这首歌也许你们不熟。上帝就是我们的王，为什么我们一辈子不随着上帝的脚步走呢？你多伟大，你多有成就，上帝永远是你的王。我们看歌词里面来，主耶和华，满有怜悯跟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早晨必欢呼喜乐。这是诗篇30篇。你坐着，虽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坐着一起唱就好了。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雨潇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事业顺利，赐给我们功成名就，我们谢谢你。我们最欢呼，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咱过来备饭心来奉献，请属献的同工，请咱来准备。这个吟上营398首，上营后，咱请蔡长老来接导。欢呼！我哋对上帝跳堂圣神的安慰，相同知道，甲恁三角地底也知，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
请坐。咱过来看报告吼，咱后礼拜有担任事务的，请咱注意啦吼。防疫报告若有出入的，请咱甲会计也是出纳吼来更正。过来消息报告吼，今仔日会颁发新生奖学金吼。咱有高中组许悦，国中组是若仪、幼仪、许耀，国小组右任、许安、雨桐、严孙跟周以恩吼。植物学还袂落来。植物学是毋是甲伊叫一下，跟他们叫一下哈。高中组许悦毋知有来无？请咱有伫哦，生病哦，对，许悦在医院哦。若仪。有哈，还有幼仪跟许耀，幼仪回台中了。现在有，不是施君你不是有吗？咱这有伫遮的吼，我拄念着有伫遮，请你起立啦吼，咱起来吼，咱来，就。国中，我请李小姐来颁发国中啦吼，剩的较互迄个蔡长老，因为这个金生奖学金是咧。文理长老吼纪念伊的爸爸吼，所成立一个奖学金啦吼。文理长老已经回天家吼，所以咱请这个李小姐吼来颁发吼。我先甲你讲，若愚这个名足水的呢。阮兜迄只小猴子叫做叶若愚。过来国中国小还袂落来吼，咱国中国小咱较请这个蔡长老来颁奖好啦吼。过来咱看先看下底啦吼，咱看副团契后礼拜有李婷姐妹吼要来分享迄个手机拍摄的技巧啦吼。欢迎咱大家当来参加，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专业的哈，专业的。过来有报名这个10月12到13。2年1月野外礼拜啊，请向文玲执事来交钱啦吼，一个人1000块吼。这算是特别感谢迄个朱老师啦吼，伊的好意啦吼，他特别让我们到他那边去泡汤。过来后礼拜新安公是读《历代志下》32到36章了吼。国小来。拍个照吧，拍个照。国小，都是国小，国小，高中因甲国中有无来？刚才若雨好像没有照相呢，若雨没有照相，来，若雨，补照。哎，不要跟无先加迄个。有去吧，那一起照一下，一起照一下。好。咱过来，我来讲这个历代志家啦，吼，25章以后啦，吼。
祝福伊嘛吼。后来呢，他本来是在圣殿里面被藏起来，后来呢，他当王了以后，把他6年以后他出来以后，然后呢，他国势也非常强盛的。但是那个祭司耶和华大贵心以后咧，贵心以后伊煞换过去拜迄个偶像，就去拜偶像。拜偶像的时候，那个耶和华大因的囝撒加利亚来跟他讲说，你不能离弃了神。结果呢，他就叫人家在圣殿的里面用石头把这个撒加利亚打死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耶稣才会讲说，从约伯到撒加利亚，先知的血里面的祖先都是用这样来有先知的血，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后来那个约阿斯呢，就被人把他杀了，就被人当他在生重病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有一些人看说你怎么会把你养大的这个人把他杀了，所以就把那个约阿斯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哇，那个亚玛谢当王啊。亚玛谢当王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励精图强，所以他就把那个撒拉父亲的那个人把他杀了。那个撒拉父亲的是谁？一个是摩押的，他母亲是摩押人，一个是越人，两个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看说你怎么会把你养大的这个家人把他杀了呢？所以就把约阿斯杀了。当他儿子起来以后，阿甲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两个人也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后来阿甲他就其实慢慢的，他说国家强盛以后，他就要招募他一些兵犹太人也有很多兵，又去那个以色列招兵买马，要招10万人。结果先知跟他讲你不能去招以色列人来，不能去招以色列人，就是靠着犹太人就好了。说打胜仗的说打胜仗的助人得胜的是在神，让人衰败的也是神所以就靠神。所以他就说靠神以后攻打以东，攻打完了以后，他就以东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很好玩抢了很多人家的东西他们新民都要抢回来，连神明都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他就拜那个神明那个先知跟祭司就跟他讲，你怎么会这样呢？不能够这样他也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结果神跟他讲，那个先知跟他讲你以后国家会因为你这样会衰败结果呢，他想说我打以东人打赢了我再来打以色列人，他的兄弟因为打以色列人，结果这一次不打还好，一打了以后被以色列人打败了，以色列人还来把所有的王宫里面的东西、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把他抢走了，金银财宝都把他抢走了，所以阿玛辖熬来他就整个就衰败，衰败以后还有人叛变就追杀他，在拉吉的地方把他杀掉了，这个是亚玛谢再来他的儿子乌西亚做王，乌西亚做王，他16岁就做王做王52年，其实乌西亚当王其实蛮长的，他说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使他通。通的时，伊有去跟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打仗，都打赢了。再来他在很多地方，在圣殿里面就耶路撒冷筑了很多高台这是防御有攻势的，怕别人来攻打他。再来他有开了很多井，所以有修植了非常多的葡萄园，所以他就农事上面也非常物产就非常多了。他就这样，但是他后来是心高气傲就说我不是只有先知可以献祭我也要献祭，他就跑到圣殿里面要献祭先知跟他讲，你不能献祭这是神所交代的，只能由祭司来献祭。他不相信嘛，不相信的时候就要抓那些先知结果就头那个地方长了麻风长了麻风以后就大家就赶快把他押出去说你长大麻风了，还在圣殿里面，押出去以后，他就后来就在那个王宫里面不敢出来结果他的儿子约坦做王了，他也扶持他。约坦的时候，我们看历代志里面，约坦这个王写的最少，但是约坦这个王非常强盛，非常强盛他其实蛮强盛的。约坦做王，约坦死掉了以后约坦非常强盛，很多人就来进贡。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弱的时候，人家打你；强的时候，人家就来进贡。所以那也文那一边那就是那个附近的人都来进贡他。
后来约兰死了以后，就亚哈斯当王。亚哈斯当王的时候，他当王16年了，他也是他不像他的祖先一样，他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所以他是怎么样？他造巴力啊，就是那个偶像，过来互伊的囝去征服，要烧死啦。为了战争啊，为了怎么样，就把他的儿子把他献祭了。所以祭司的那些先知就来责备他，责备他了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后来他就跟以色列打仗啊，那个比加比加来攻打他的时候，就都一天杀死了12万个犹太人，然后把王宫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抢走，把人呢抓去当人质，全部都抓了，所以都抓了以后，那总共抓了很多人去啊，那个以色列人抓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先知被俄别个就该以色列人讲你不能抓你自己的兄弟，应该放他回去，所以就后来把他放他回去。圣经里面怎么写？说那些被抓来的没有衣服穿的就给他衣服穿了，生病的就给他用油膏他了，饥饿了就给他东西吃，然后让他放回去。这个是亚哈斯亚哈斯王后来就死掉了死掉以后，所以我们知道接着就是西家。亚哈斯王我们知道他还特别他这个很奇怪，他打输了以后就是求助亚述王，结果亚述王不但不帮他，还把他东西都抢了，都抢了。他抢了以后，他越发的离弃了神，去拜那个偶像，所以刚刚蔡经文嘛讲那个圣殿的门就关起来，到西家的时候又把它打开，那西家在30章的时候，西家里面神特别，圣经里面特别这样讲说西家在那边祭祀神的时候，在那边献燔祭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在30章最后一节，他怎么讲？说祭司利未人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所以我就想讲，这句话每一天9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声音也会达到天上的圣所。这个是在历代志下30章特别这样写。所以咱大家每天为着需要的人祈祷，有的时候我们会外在，就说在国外的念书的、就业的这些人，读书，我们也会读书的时候，或者说这些人为他们祷告，或者说我们生病，为什么各种的都为他祷告？不只说只有生病，我们为在就业的，或者为退休，为什么就提名来祷告，或者说一个组一个组这样来祷告，或者一个家一个家来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也会达到天上神的居所那一边。谢谢。那过来请先把回来请教我的话。
咱会行平安礼哦。啊，等下。